5% 首期就可以入手華發保利天和啦。嗱，帶你睇睇最真實嘅保利天和嘅 view 啊！而家我所在嘅樓層只係2樓嘅啫。如果係高樓層嚟講，個景觀仲靚啊！望住我哋嘅金湖公園同埋山景，個 view 真係無敵。同埋咧，保利天和最大嘅特色係咩呢？佢係喺高爾夫球場旁嘅一個屋苑啦，而且佢而家咧係準現樓嘅一個狀態噶啦，包精裝嘅。呢個單位111方做4房2廳2衛。如果係平時住嘅人唔係好多嘅話呢，第一間房建議你可以剝咗佢啦，做成一個橫廳嘅設計。華發保利天和嘅位置係位於珠海市嘅金灣區，呢一個屬於一個新嘅片區啦。周邊嘅配套咧，亦都相對比較成熟。如果屏幕前嘅你都對保利天和呢個樓盤感興趣嘅話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或者揾我攞資料啦。